嗱，今日教好多嘢㗎，大家專心少少嚇。它紅得像啊，有個像咪名譽咯，啱嘅岌頭啊。好啦，那顆紅蘋果在人群中格外顯眼喎，係咪真係有個蘋果喺嗰度啊？唔係啊，個本體係乜嘢啊？你幫我寫低啊。個本體係着紅衣的人啊，紅衣人啊，着紅衫嗰個人啊。咁喻體係乜嘢啊？喻體係紅蘋果，唔係真係有個紅蘋果喺度嘅。好，所以呢啲咧有喻體冇本體，即係荷葉上的珍珠叫借喻。呢題啱嘅舉手俾我睇，超勁！如果呢題啱，即係隔天空中的銀盤啊，咁唔會有個銀盤噶嘛，嗰個月亮嚟噶嘛，係咪？荷葉上的珍珠，邊度有珍珠？水珠嚟噶嘛？啊，得個喻體冇。好，唔該晒，非常之好啦。呢個借喻咧真係面試成日問嘅，加油俾心機。